Hello，各位聽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們的老朋友 Eric。你們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？當你遇到一個難題，一個讓你焦慮不安的困境時，是不是常常覺得自己被困在一個小小的牢籠裏，看不到出路？又或者，當你面對一個複雜的選擇，一個需要做出重大決策的時刻，是不是常常感到迷茫，不知道該何去何從？我跟你說，我以前也常常這樣，總覺得自己的視野太窄，思考不夠全面，很多時候都被眼前的小事給困住了。直到我讀了黃心遠士的這本《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》，我才恍然大悟。原來我們之所以會感到心量狹窄，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只活在當下，只看見自己周遭的一畝三分地。我們忘記了，在我們之前，有無數的先人曾經面對過比我們更艱難的處境，做出過比我們更重大的抉擇。他們的經驗，他們的智慧，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寶庫，等待我們去挖掘。黃心遠士是誰？他可不是那種只會埋首故紙堆的歷史學家，他是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，也是一位備受尊敬的學者。他的研究領域橫跨思想史、學術史、文化史，對歷史有着非常深刻的洞察力。他寫這本書，並不是為了炫耀學問，而是真心希望透過歷史，幫助我們這些現代人能夠提升心智能力，擴展生命的格局。他告訴我們，歷史不是死的知識，而是活的智慧。他不只是讓我們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會發生，以及這些為什麼對我們現在和未來有什麼啟示。所以，今天這集節目，我就會帶大家從3個面向來深入理解這本書。第一部分，我們會先來聊聊，到底什麼是擴充心量，以及為什麼歷史能幫助我們做到這一點。第二部分，我們會深入探討，歷史是如何透過知識網絡、作者人生和用戶體驗這3個層面，來實際擴充我們的心量。第三部分，我會給大家一些具體可操作的建議，告訴你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將讀史的智慧應用起來，真正讓歷史成為我們人生的指南針。準備好了嗎？讓我們一起開始這趟心靈的拓展之旅吧。第一部分，什麼是擴充心量？歷史為何能做到？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句話：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？這句話的精髓，其實就在於擴充心量。那到底什麼是心量？簡單來說，心量就是我們對世界的理解能力、對事物的包容程度，以及在面對複雜情景時的應變智慧。心量大的人，不容易被小事困擾，看問題更全面，也更有彈性。想象一下，你是一個公司的老闆，現在公司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危機，市場急劇萎縮，競爭對手又步步緊迫，你可能會感到焦頭爛額，甚至想放棄。但是，如果你曾經讀過很多商業史，了解過無數企業在危機中如何轉型、如何創新、如何從絕境中求生，你是不是會多一份從容和信心？你可能會想起，當年諾基亞是如何因為轉型太慢而被淘汰，而蘋果又是如何抓住智慧型手機的浪潮崛起。這些歷史的案例會讓你看到更多的可能性，也會讓你避免重蹈覆轍。這就是歷史在擴充你的商業心量。黃心遠士在這本書裏就強調了歷史對於擴充心量的重要性。他認為歷史不只是提供我們一些知識，更重要的是它能培養我們一種歷史感。什麼是歷史感？它不是讓你變成一個歷史學家，而是讓你學會用一種更宏觀、更深遠的視角來看待問題。舉個例子，我們常常會抱怨現在的社會問題很多，貧富差距、環境污染、人際關係疏離等等。這些問題確實存在，也確實讓人感到困擾。但是，如果你回溯歷史，你會發現人類社會從來就不是一帆風順的。古羅馬帝國的衰落、中世紀的黑死病、2次世界大戰的浩劫，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，
各種各樣的挑戰和危機從未間斷。然而，人類總是在不斷地解決問題，不斷地進步。當你有了這種歷史感，你就會明白，現在的困難並不是世界末日，它只是人類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階段。你會學會從更長的時間軸上去評估問題，而不是被眼前的短期波動所迷惑。你會看到許多看似無解的困境，在歷史上都有過類似的影子，而前人也曾用各種方式去應對。這種宏觀的視覺會讓你變得更冷靜、更理性，也更有耐心。再比如說，我們在生活中常常會遇到一些奇葩的人，或者一些讓我們無法理解的行為。你可能會覺得他們怎麼會這樣？怎麼會做出這種事？但是如果你了解一些歷史文化背景，你可能會發現，這些行為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或文化脈絡下，其實是有其合理性的。比如，在古代某些社會，女性的地位可能遠不如男性，這在現代社會看來是不可思議的，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，卻是普遍存在的現象。當然，我不是說我們要為所有的不合理開脫，而是說歷史能幫助我們理解差異性和多樣性。它讓我們知道世界是多元的，人性是複雜的。當你理解了這種複雜性，你的心量自然就會擴大，你會對不同的人、不同的觀點、不同的生活方式有更多的包容和理解。這就是歷史在擴充你的人民心量。所以總結一下，黃心遠是告訴我們，歷史之所以能擴充心量，是因為它能提供宏觀視覺，讓我們跳脫當下，從更長的時間軸和更廣闊的空間維度看待問題，培養深度理解，讓我們理解事物發展的來龍去脈，而不只是停留在表面現象。增強包容性，讓我們理解人性的複雜和多元文化的差異，從而變得更寬容。這些都是我們在應對現代生活挑戰時極其寶貴的心智能力。第二部分，歷史如何透過3個層面擴充心量？好了，既然我們知道了歷史能擴充心量，那它具體是怎麼做到的呢？黃心遠是在這本書裏，其實是透過3個層面來展現歷史的這種力量的。這3個層面分別是知識網絡層面、作者人生層面以及用戶體驗層面。首先，我們來看看知識網絡層面。你們有沒有過這樣的感覺？當你學習一個新知識的時候，如果這個知識是孤立的，你可能很快就會忘記。但如果這個知識能和你的舊知識連結起來，形成一個網絡，它就會變得非常牢固，而且你會從中獲得更多的啟發。歷史就是這樣一個巨大的知識網絡。比如說，當我們談到啟蒙運動的時候，你可能只知道它發生在18世紀的歐洲，提倡理性、自由、平等。但如果你進一步去了解，啟蒙運動是如何受到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影響，它又如何催生了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，它對後來的科學發展、民主制度的建立產生了什麼樣的深遠影響？當你把這些點連接起來，你就會發現，啟蒙運動不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，而是人類思想史上的關鍵節點。它與之前的歷史事件環環相扣，又為之後的歷史發展奠定了基礎。這就是黃心遠士所說的知識網絡。它會引導你看到這本書的觀點在歷史學科中處於什麼位置，它與其他經典著作有何異同。比如，它可能會提到歷史研究從最初的帝王將相史，到後來關注社會底層的新文化史，再到現在的全球史等等。這些演變都體現了歷史學科自身的發展和擴展。再舉個例子，如果你讀過格拉德威爾的《異類》，裡面提到了10000小時定律，說只要投入10000小時的刻意練習，就能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。這是一個很流行的觀點。但如果你再讀一些關於天才和努力的歷史案例，你可能會發現，有些天才似乎並不需要10000小時就能達到巔峰，而有些勤奮的人即使投入了大量時間，也未能達到頂尖水平。這時候，你就會開始思考，
10000小時定律是不是有其局限性？它適用於所有領域嗎？是不是還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？透過這種對比和思考，你的知識網絡就會變得更加豐富和立體。你不會盲目地接受一個觀點，而是會學會批判性地思考，將不同的知識點進行連接、比較、分析，從而形成自己更為深刻的理解。這就是歷史在幫你建立一個更強大、更具彈性的知識網絡。其次，我們來看看作者人生層面。一本書的誕生從來都不是憑空而來的，它往往與作者的個人經歷、學術訓練，甚至人生際遇息息相關。黃心遠士在這本書裏就非常注重展現作者本人對歷史的理解和體悟。比如說，他可能會分享自己年輕時是如何接觸歷史，又是如何從一個對歷史懵懂的學生成長為一位享譽國際的歷史學家。他可能會提到他在研究某個歷史人物或事件時遇到了哪些困難，又從中獲得了哪些啟示。這些個人化的敘述不僅讓歷史變得更加生動，也讓我們對作者的觀點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。你們有沒有發現，很多時候我們讀一本書，如果能了解作者的背景，知道他為什麼會寫這本書，他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，那麼我們對這本書的理解就會更加透徹。黃心遠士就是這樣，他會告訴你，他為什麼會認為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，這與他數十年來在歷史學領域的深耕和思考是分不開的。他可能會提到，他曾經在研究中國古代的某個思想家時，發現這位思想家在面對時代變革時是如何調整自己的思想，如何從傳統中吸取養分，又如何開創新的局面。這些作者的個人經歷和研究心得，其實就是他擴充心量的過程。他把自己的心路歷程分享給我們，無形中也啟發了我們。所以，當我們讀這本書的時候，不僅是在讀歷史知識，更是在讀一位智者的人生體悟。透過了解作者的人生，我們能更好地理解書中的思想，也能從中學習到如何將學術研究與個人生命體驗相結合，如何從歷史中找到人生的意義和方向。這就是歷史在透過作者的人生，潛移默化地擴充我們的心靈。最後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是用戶體驗層面。這部分，黃心遠士做得特別好，也是我最想強調的。他寫歷史，不是為了給歷史學家看，而是為了給我們這些普通人看。他一直在思考，歷史對我們這些活在當下的人，到底有什麼用？他會用大量的如果你是的場景設定，來引導我們思考。比如說，如果你是一位企業家，面對市場的劇烈變化，歷史能給你什麼啟示？如果你是一位年輕的創業者，在創業初期遭遇挫折，歷史上的那些失敗者和成功者能給你什麼經驗？如果你在人際關係中感到困惑，不知道如何處理複雜的人際網絡，歷史上的那些政治家、外交家，他們是如何處理人際關係的？他會把歷史事件和人物與我們當下的生活情景緊密結合起來。他會告訴你，歷史上的那些選擇、那些困境、那些掙扎，其實與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挑戰是相通的。雖然時代不同，但人性的本質、社會運行的規律，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。舉個最簡單的例子，我們常常會面臨選擇的困境，比如要不要換工作，要不要投資這個項目，要不要和這個人結婚。這些選擇看似是我們個人的事情，但如果你從歷史的角度去思考，你會發現歷史上無數的人都曾面臨過類似的選擇。他們是如何做出決策的？他們的決策帶來了什麼樣的後果？黃心遠士會引導我們去思考歷史上的那些關鍵時刻，那些轉折點是如何形成的？在那些時刻，人們是如何思考和行動的？它會讓我們意識到，我們現在所處的每一個時刻，其實也都是一個關鍵時刻。我們現在的每一個選擇，都可能對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。
這種思考方式會讓我們從被動的接受者變成主動的參與者。我們會開始意識到，我們自己也是歷史的創造者。我們現在所做的每一個決定，都在書寫着未來的歷史。這種自覺性會讓我們對自己的選擇更加負責，也會讓我們對未來充滿更多的可能性。所以，這個用戶體驗層面，就是把歷史從高閣之上請下來，讓它走進我們的日常生活。它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學問，而是變成我們解決問題、提升自我的工具。這就是歷史在透過實際應用，真正地擴充我們的心量。第三部分，如何將歷史智慧應用於生活？好了，前面我們聊了這麼多，相信大家對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這個概念，以及歷史是如何透過三個層面來擴充心量，都有了更深的理解。那麼，最關鍵的問題來了，我們該如何在日常生活中，真正地將這些歷史智慧應用起來，讓它成為我們人生的助推器呢？我給大家提供幾個具體可操作的建議，希望對你們有啟發。第一，學會用長時段的眼光看問題。我們現代人生活節奏快，資訊爆炸，很容易被短期事件和情緒所左右。一點小小的挫折，可能就讓我們感到絕望；一點小小的成功，可能就讓我們沾沾自喜。但歷史告訴我們，任何事物都有其發展的規律和周期。比如說，當你看到股市大跌，一片哀嚎的時候，如果你了解歷史上的經濟周期，你會知道經濟有繁榮也有衰退，有高峰也有低谷。每一次的衰退，往往都蘊藏着下一次繁榮的機會。這種長時段的眼光會讓你保持冷靜，不被短期的波動所迷惑。再比如，你在工作中遇到一個很難搞的同事，或者一個看似無法解決的項目，如果你只看眼前，你可能會覺得心力交瘁。但如果你想想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改革者，他們在推動變革的時候，往往會遇到巨大的阻力，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。但他們依然堅持了下來，最終改變了歷史。這種長時段的眼光會讓你更有耐心，也更有韌性。所以，下次你遇到困難的時候，不妨問問自己，這件事放在10年、20年，甚至100年的時間軸上看，它會是什麼樣子？它會對我的人生產生什麼樣的長期影響？當你這樣思考的時候，你會發現很多眼前的煩惱其實並沒有那麼重要。第二，培養比較思維，從不同文明和時代中吸取經驗。歷史是人類經驗的總和，不同文明、不同時代雖然有着各自的獨特性，但人類面臨的許多基本問題是共通的。如何治理國家？如何處理人際關係？如何追求幸福？黃心遠是鼓勵我們不要只局限於自己所處的文化和時代。比如，當我們思考現代社會的教育問題時，除了研究當代教育理論，我們也可以看看古希臘的教育模式，或者中國古代的儒家教育，他們有哪些優點和缺點？哪些經驗是值得我們借鑒的？再比如，當我們思考領導力的時候，除了學習現代的管理學理論，我們也可以去看看歷史上那些偉大的領袖，像秦始皇、亞歷山大大帝、華盛頓、甘地等等，他們是如何凝聚人心，如何做出決策，如何應對危機的？他們的成功和失敗都能給我們提供寶貴的啟示。這種比較思維會讓你跳出固有的框架，從更廣闊的視角去思考問題。你會發現，解決問題的方法從來都不是唯一的，不同的文明和時代都曾探索出不同的路徑。這會讓你變得更加靈活，也更有創造力。第三，學會從失敗中學習，而不是只關注成功。我們常常被成功的案例所吸引，總想複製別人的成功經驗。但黃心遠是提醒我們，歷史上更多的其實是失敗，而從失敗中學習，往往比從成功中學習更深刻。想想看，歷史上那些曾經輝煌一時的帝國，為什麼會衰落？那些曾經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，為什麼會失敗？
那些曾經看似無懈可擊的制度，為什麼會崩潰？這些失敗的案例，就像是一面面鏡子，映照出人性的弱點、制度的缺陷以及決策的失誤。比如果你研究一下歷史上那些因為驕傲自大而導致失敗的將軍，你會明白謙遜的重要性。如果你研究一下那些因為固步自封而錯失發展機遇的國家，你會明白開放和變革的重要性。從失敗中學習，不是為了讓你變得悲觀，而是為了讓你變得更清醒、更謹慎。它會讓你少走彎路，避免重蹈覆轍。這就是歷史給我們的最寶貴的禮物之一。第四，培養同理心，理解人性的複雜與多樣。歷史是關於人的故事，它告訴我們人性的複雜遠超我們的想象。有偉大的一面，也有陰暗的一面；有善良的一面，也有殘酷的一面。當你讀到歷史上那些看似不可思議的事件，比如大屠殺、文字獄或者某些瘋狂的群體行為時，你可能會感到震驚和憤怒。但如果你深入去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、人們的心理狀態以及各種複雜的動機，你可能會對人性的複雜有更深的理解。這種理解並不是要你認同那些惡行，而是要你培養一種同理心。它會讓你意識到，在特定的情景下，任何人都可能做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行為。這會讓你對人有更多的包容，對社會有更深的洞察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當你面對一個讓你無法理解的人或事時，不妨試着從歷史的角度去思考，如果我生活在那個時代，如果我經歷過那些事情，我會怎麼做？我會怎麼想？這種換位思考會讓你的人際關係更加和諧，也會讓你對世界有更深刻的理解。總之，黃心遠士的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，不是要我們變成歷史學家，而是要我們學會用歷史的眼光看世界，用歷史的智慧指導人生。它讓我們的心量變得更寬廣，讓我們在面對人生的起起伏伏時，多一份從容，多一份智慧。各位聽眾朋友，今天我們一起探索了黃心遠士的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。我們了解到，歷史不只是過去的記錄，更是擴充我們心量的最佳途徑。它能幫助我們：第一，提升心智格局，從宏觀視角理解世界，不再被眼前的瑣事困擾；第二，建立知識網絡，將零散的知識點串聯起來，形成更為深刻的理解；第三，借鑒前人智慧，從作者的人生經歷和歷史人物的成敗中吸取養分；第四，指導現實生活，將歷史的經驗應用於當下的決策和人際交往。想想看，當你面對一個棘手的問題時，不再只是憑空想象，而是能從歷史中找到相似的案例，借鑒前人的智慧。當你感到迷茫時，不再只是原地踏步，而是能從歷史的長河中看到人類不斷前行的力量。當你遇到不同意見時，不再只是固執己見，而是能從歷史的多樣性中學會包容和理解。這就是歷史帶給我們的力量，它讓我們的視野更開闊，心胸更寬廣，思考更深邃。它讓我們從一個只活在當下的小我，變成一個能與古今智者對話的大我。所以，我真誠地建議你們，不妨從今天開始，試着去閱讀一些歷史書籍，或者聽一些歷史音頻。不求精通，只求從中獲得啟發。你可以從自己感興趣的領域開始，比如商業史、科技史、思想史，或者某個你喜歡的歷史人物傳記。讓歷史成為你人生的指南針，它會引導你穿越迷霧，走向更廣闊的未來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為你們帶來一些啟發。感謝大家的收聽，我們下次再見。誠摯推薦你去閱讀原書，歡迎你點擊下方資訊欄內連結，在合作網站購買紙本書或電子書版本。如果你覺得這一集說聽書心得對你有幫助，這個頻道對你有啟發，別忘了一鍵3連點讚、訂閱、分享，讓更多人也能聽到這份知識的聲音。感謝你的收聽，我們下期再見。